大家好，我係 Hugo 啊，今日我要開嘅 Pokemon 卡，個 Pokemon 卡喺呢度啊，係25週年嘅 Pokemon 卡。咁而家開第一陣先，我自開咗先啦。OK， 而家開呢個。咁嘅呢個，剩翻個盒先開。OK 得啦，未得喎，而家得啦，而家開啦。OK， 我而家開第一包先，向後邊開。第一張能量嚟，抽中勁嘢先講啦。抽中帕魯奇亞嘅正方形嗰啲版本。OK， 下一包，下一包啦。第一張係火能量值。夢夢，跟住下一包啦，呢個係第三包。有一張草能量值，誒？呢張係，呢張係咩 green 話？我唔記得咗，不過算啦。呢張總之係拼埋一齊嘅卡，呢張拼埋一齊㗎。拼埋一齊嘅比加超啊！下一包啦，第一張、第二張係比加超普通版本，第三張、第四張、第五張衝浪版比加超。下一包。第一張水能量，第二張係呢個咁嘅，第三張，呢個係第四張，第五張，下一包，第一張呢個咁嘅拳擊能量值，跟住呢啲卡，呢張都唔係咁靚嘅卡。下一包，有可能會抽中嗰張金色嘅夢夢呢張，跟住下一張都係呢張。呢張都唔係好勁。下一包，第一張雷電嘅能量值。呢張係固拉多嘅，佢有嗰啲正方形版本。OK， 跟住下一包係呢個。下一包，第一張拳嘅，第二張都係呢個，第三張係呢個，第四張係博士嘅，博士第二張。第五張比加超正方形版，下一包，第一張係火能量值，第二張、第三張、第四張，呢張第五張都唔係好勁。
唔勁嘅嗰隻。下一包，第一張係呢個水能量值，第二張因為第三張、第四張呢張係比加超嘅飛翔版 Will Max。哦，識整。OK， 下一包，下一包啦。第一張呢個能量值，第二張呢啲唔使講住，第三張比加超嘅 V 版本。OK， 下一包。第一張能量值，第二張、第三張、第四張冇乜特別嘅張。而家最後3包。第一張眼，第二張、第三張、第四張，比加超都係飛嘅，不過呢張係唔係 Will Max 嘅。OK， 下一包。第一張草能量值，第二張、第三張、第四張正方形版嘅嗰啲卡。OK， 最後一包啦。第一張火能量值，第二張、第三張、第四張，呢張係佐馬言。OK， 已經拆晒啦，拜拜。